大家都誤會咗路軌射燈咧只適用於商業啊，但係其實路軌射燈依家近幾年嚟都已經流行喺住家上面㗎啦。今次咧個單位就用咗路軌嘅射燈啦，咁大家都可以見到喺冇開射燈嘅情況之下咧，透過自然光咧係會偏暗啲嘅，但係開咗自然光之後，其實所有嘅光線咧就會聚集於喺呢一個下邊嘅空間。當然個天花板嘅空間一定會暗多少少嘅，但係嗰啲光會比較聚焦啲，更加浪漫啲嘅。咁但係路軌射燈其實基本上咧市面上已經有好多款㗎啦，除咗係我哋呢啲圓餅嘅筒之外啦，咁仲有好多譬如長條形嘅，令到你啲光線會更加光猛啲，同埋最緊要維修上邊其實係好簡單㗎。用吊燈第一好講求呢個樓底嘅高度之外，第二就係講求你揀嘅餐台嘅款式。如果你用長方形嘅餐台嘅話，建議大家都係揀翻長條形嘅一啲燈款。但係如果你採用圓形嘅話，咁用翻圓形嘅燈其實會舒適好多嘅。近年嚟好多燈咧都有3隻顏色可以取決嘅，咁大家可以點樣揀呢？白光其實適合於工作使用嘅。黃光其實適合於大家一齊舒適喺一個飯廳嘅範圍裏邊食飯嘅話，感覺上就會溫馨好多啦。